有個後生哲學家叫影南，心入邊好多疑難，於是佢走入咗回響迷宮，想揾答案。呢個迷宮好奇怪，你問得越大聲，回音就越嘈，搞到佢個腦一團亂。佢不斷問我應該點行，信邊個，但只換嚟混亂嘅回響。影南終於冇晒力，坐低放棄咗向出邊問。當佢個心完全靜落嚟嗰陣，佢聽到一個好細聲但好清晰嘅聲音：細路，你一直喺度問，但從來都冇聽過。佢意識到呢個係佢自己內心把聲。佢開始改變方法，唔再問我該往邊度行，而係問我真正想去邊度。用內心嘅嗰把聲問之後，個迷宮即刻唔再有噪音，並出現一面鏡，鏡入邊係一個曾經嘅自己。你窮盡所有氣力尋找嘅答案，其實早已藏咗喺你嗰粒提問嘅心最深處。真正嘅智慧與方向，永遠嚟自於你嗰份能夠靜落嚟聆聽內心嘅力量。